风出國了。客家人唔但搶討台灣，個個刁難同好，全世界友好落實就有華人。華人當官討門後刁難同好，還有阿公婆牌巷有下同好嘅強用，是有恩客人，用冇強用嘅方式去請老祖公開山打拿嘅腳架。同山行出去嘅唔但搶是有台灣，同山過南洋，唔啲客人最早下南洋係為到那兩項東西嘛。它可以粘在你身上哦，一次以後可能是1個禮拜都不會走，比臭豆腐還誇張。我以前媽媽都會洗我們腦說，鴨子味道好重啦，滷椰味道好香啦。哦，錢的味道是香的。我見到啥嗎？哇，這真的會哎！以前的人洗就這樣子洗，然後方法開始看到了，有冇？有下面嘞？哦，一大片呢。客家同好精神，實地也得被按完整嘅保留下來，一下就停定人嘅鏡頭，向下來去馬來西亞。是誰離開俺呀鬼哦？天天都是去南用啊，金山銀山難逃穿啊，中那啪啪轉運錯，只求落葉能歸根，只求。是哟，尊故鄉。家園家下從嘅高梵高，按詳細嘅講出老祖公去到南洋落實嘅決心。對18世紀開始，就有泰拳嘅客人到南洋落實，另外東南亞嘅客人有87%都始終到馬來西亞。照統計，差唔多有150萬生人，當時老祖公為到愛大石礦蘇奶奶來到馬來西亞。面對影響帶來嘅客人嘅俗同文化，今日愛同大家紹介嘅就係家條嘅故。馬來西亞客家人嘅同好有多麼？一定青島啊！今日我搶到馬上呢，你一定冇想到，佢媽係馬來西亞嘅朋友哦。兩下呢，掌聲鼓勵一下，歡迎我們今天的主角。我可以愛你愛到用盡了全力。不怕全世界知道我的勇氣，只想要你真的相信。我就是張志成。你下講客家有辦法冇？有辦法，客家人來客家人來，你嘅腔調老嗌冇強用嘅哦。冇乜強用，冇乜強用，強用嘅哦。係非酒行行頭。愛糖豆嘅關鍵字非主嘅嘛。不過我從小也有聽到很多我的鄰居是海陸豐的，所以我聽得懂你講什麼。愛講嘅愛用嘅客家你糖嘅事誒。糖的面，糖嘅面誒，觀眾朋友啊，這台灣啊，青島嘅客家腔調啊，每一個腔調都冇強用誒。唯獨冇非酒。故說呢，觀眾朋友，今本日呢，我嘅節目呢，就聽咧我嘅志成落去看一下我嘅非洲客家人，即馬來西亞。很有蠻用誒，好嘛？真幾冇想到，人嘅 R&B 小王子莊志成係客家鄉親呢，韓國客話講到暗好哦。莊志成同馬來西亞神秘男族胡勇士出世，1996年喺馬來西亞參加唱歌嘅比賽，得到頭名。2002年到台灣演藝界，都已經出嚟19張嘅專輯咧。我爸爸的爺爺的那一代呢，應該是從廣東的惠州來的。阿公呢，阿爸在泰公哦，一代嘅家太小，太細了也會咯。可能因為客家人本來就是比較刻苦耐勞，所以他們知道哪個地方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跟更好的機會的時候，就會過來。莊志成嘅阿太從1930年編嘅，日本打到中國嘅年代，為到愛抗命，對公主非族嘅費用，來到馬來西亞神秘蘭族嘅蒲勇士，按言來到馬來西亞，嘅當然愛去莊志成屋下拜訪咯。蒲勇士到吉隆坡南片，差唔多1點鐘車上嘅蔬菜，有50%人都係客家鄉親，算係客人嘅大總頭哦。客家人來拜訪嘅時間，都好係5月節。中午大早就冇喊汽車拜阿公婆來過節，很鬧熱呢。志成來到你家做客了啦，真不好意思啊。我的家從來沒有露過，真出過鏡，沒有拍過啦，露過，嚇死了，對不對？就有一點緊張。這位是，這是我大姐。大姐哦。
姐姐你好，排行第2，排行第2的有一个大哥。姐姐，你平常时用把很记。阿成，阿成哦，哦，这有点偏跟我广东。姐姐是讲广东话的，哦，因为我妈妈是广东人，是啊，爸爸嘞？爸爸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家里是一半一半。今不一样吼，雷东银富卡，拄好迄端午节哦，冇错啦。观众看到嘛？哇，按到迄个包装的料诶，披萨个中药，可以2種嘅，係嘛2種有拉嘛？OK， 包碗啲就比較穩。哦，碗粒，哎呦。炒過嘅糯米，糯米啦，糯米、米條、梅豆、木耳、黑木耳。哎，木米嘛，哎，标木米哦，木米啊，哎，神奇呢！台灣講嘅木米啊，哎，木米。有鹹筍黃，鹹蛋黃、筍黃。哇，你配種要可以嚟哦，乜雞？淘汰搞嘅豬肉。淘汰搞很大塊。大片。大一片，怎么样？好哈发的嘛？哦，还有个酱汁嘛，不用多记住。我们是有放一点马来西亚特色的酱油膏，哦，没有味道，不是甜的那种。哦，它是以调色为主，所以我直接的粽子包出来的时候，它是比较深黑色一点。然后我们等下就会用炭跟那个水，然后煮几个小时。2个小时让它熟。哦，熟了之后就拿出来吊着，把那个水沥干，还有那个油沥干。这样子吃了。台湾的粽子通常是已经米已经都是熟了才包进去，对。我们马来西亚的是还是生的，对，只是把它的调味弄好，对，只是把调味放进去吧。那还蛮同地素哦，你可以试下，试一下哦，真的吗？真的，豆也是海硬啊，都是生的啊，因为还没熟。这个真的要蒸熟比较好吃。2隻蔬菜客家種嘅都冇強肉，真見當神奇呢。總之成功啊！阿妹認真唔慣本媒體協，嗰數金幣就會請阿姊來推理佢。總之成總共有6隻兄弟姊妹，大家都當會唱歌嘅哦，認真唱中都有好生改，行家也愛為熟識戀愛，就係套卡拉 OK 唱出感情嘅呢。所以我们从小唱歌的时候，我妈媽就在那边說啊，拍子不对哦，这个音不对哦，在后面哇塞，所以告诉我们的老师就是妈妈的意思啦。妈妈还有大自然，因为我的老家是我们住在一个小木大木屋啦，不是大木屋，大木屋里面就是我们就每天就听到那种大自然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对声音的敏感度很高。对，那妈妈我们小时候就有一个小收音机，就会播一些歌，她就开始讲一些关于她跟爸爸邂逅的那种爱情故事，我不太记得，可是她记得讲过有没有优雅啦，讲那些邓丽君的时间啦，这些费玉清啦，就讲这一些。我们家在我大概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卡拉 OK。我家里是村子里面比较早有卡拉 OK 的，全家人从早上11点唱到晚上11点。就是小时候我不是会参加那种校内的歌唱比赛嘛？对，我就说我会很紧张，他说你不用怕，你看到评审当然是草，看到观众当然是那种树。看到你们，我觉得就是拿草跟树，是不是？观众比有爱草。花叶，这个凤梨。每年呢端午节其实就会有清涼酒卡啦。客家人喜歡在大日子的時候，都全家人聚在一起，然後能盡可能可以聚在一起吃飯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今年可以再來同屋企人食到飯，食粽仔，覺得好幸福咯。哇，你看，就怕我愛夾啲絲，夾啲絲啦，夾吃來好嗎？哇，裡面料。肥豬肉，哦，你看那個豬肉，你是不是最喜歡這個肥豬肉？對的，對，還有蛋黃。哇，可以吃咯。哎呀，大傀儡給用米團去做出來了，一撒一堆啊，然後這個夾，好嗎？姐姐來，這個來。肥豬肉，告訴你不是開玩笑，哇塞，哇塞，哦，有沒有真正回到家裡了？有多賺來了啊！好好吃哦，鹹度剛剛好。木耳是哪？木耳看到嗎？哦，一時個木。看到嗎？你看一時哎。木耳來姐。吃了口感就很好啊，又不會這麼膩啊。單單吃的粽子就很油嘛。厲害！再上一點嗎？啊，過來。好想吃完的。很想吃，哎，這一塊我幫你咬，這塊有你喜歡的。哇！還有冇講那粽哎，係嘛？還有一個是馬家粽哎，馬來西亞特色的另外一種粽叫娘惹粽、娘娘粽。
牛丫种哦，还有一个同华人同马来人结婚，可是他不是回民，他是跟我们华人的习俗很像，混了一些他们的不同的那个风味，他们煮的食物就是偏辣一点点。哎，它里面应该有虾米，就是有这个虾米混到的料，比较单一一点。很奇怪，甜甜的，然后又咸咸的呢。我们有放那个冬瓜糖来去。亚用亚中啊，尊敬当贴片是由马来西亚史来到，故所总之神贴片买嘢，请每件吹来食看啊。食到嘅日呀，是样嘅家乡味，总之神咸丰送喜味。现在亚到中嘅呀，冇办法带转去台湾为救子留木真的呢。你头前讲的啊，吼，俺哋客家话讲。揪子，流眼泪啦，哈。啊，你非洲，啊，你讲叫罪，揪子，冇汹涌啊，哈。笑啊，叫罪啊。哦，你冇办法突转去啊，有办法问一下同好嘛？你第二年嘅同好係乜解嘛？香港非洲嘅同好，係啊，爸爸好像講過，係錢河。冇錯啦，就係錢河同啦。去地都看一下做啲嘛？地都係地杯意思。地杯，你不卡地杯。哦，不卡地杯。有辦法嘛？你看一下啦。看一下。唔清楚有冇喎？唔怕，嗌你叫下來起錢。啊 ，OK，好嘛？看一下，看眼，乜嗌一眼？啊，一眼。一眼。看眼啫。冇辦法咧。假如真見出位本日兩隻位數冇強用嘅合法，咪都會款睇咧。總之成講，因為屋卡係現正爭論、爭議面，按條件嘅情形下，當可是冇留下族譜同同好嘅記錄。唔知阿公婆排行咁有啥呢？我看一下哦。哦，好啊。第一个客家人来采锡矿的地方，这个地名叫做滴地。滴地宫呢，几乎所有的华人100%都是客家人。嗨，蔡哥。啊，你啊，會講客家冇？會講啊，廣東人會講客家冇？呢片要講啊，要講哦，全部要講啊，跟你都講啊，客家話。哦，厲害呢！看一下哦。哦，好啊，請一下有毛哦，今天毛同號。牌位上面當個毛下吼，毛下同號，毛下來同你講啊，像種嘅也挺好同，像種嘅啊吼有2個專屬嘅堂號，這些配音冇辦法用嘅啊，而且呢是皇帝頒發給他們的堂號。第一隻金根筒，第二隻清淺梯。哦，喂，厲害啦哈！唐提來好厲害哦！厲害啊！清淺梯就是代表以清威做生意啊，哦，做生意啊，然後賺錢啊，清淺。UTV 啊，金根筒嘛係通用嘅意思啦。但唔知佢冇聽過嘅嗬？冇哦。今邊為海外客家鄉親阿信送嘅一課了。總之成講，雖然講屋卡冇同好，不過土埔用有一隻強健非族客人感情嘅非族會館，做得算係所有非族客嘅運行嘅同好，對海外客人來講係啲當重要嘅素材。介紹這個會館之前，要先介紹我們現任的惠州會館的會長。你好，我是小戴。姓蕭哎，同好難同哦。惠州會館一個歷史啊，吼，同嚟人修改一下好嘛？而家會館呢，在建立到80之前，呢個時候呢，亞洲來當人會呢，要喺同樣，要喺府上集中在一起。但因呢，因為呢時候會館呢，都係要邊嘅地方要啊住啊、住宿啊，什麼等人會。然後呢，就看府館要喺工作，將移過喺個地方去調喺度啊。所以會館的警醒就會集合所有的惠州人，然後無論他是來自哪個堂號，所以它也是代表着一個整個地方的大堂號。哦，有點包括一條細路哥讀書，就譬如一間會館呢，也係全面學習，另外條同樣一條子女呢受教育。會館老眼嘅同學真強用嘅吼，唔怪咯，只係個非族嗰邊來嘅客家人啊吼，人生地不熟，來到馬來西亞芙蓉這個地方，惠州會館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讓大家呢在上面交流資訊有冇？有，請條路有冇？數碼有冇繼續？
简单来讲啊，所以你想得到嘅任何服务，非族非馆全部都有。19世紀，泰拳客家老祖公對嘉應族、非族婦也條素材來到馬來西亞落實，為到相互照顧同發展，就建立嘅同鄉、老鄉語言嘅會館。對楚哈馬來到客家嘅老祖公來講啊，對原鄉嘅血緣聯絡可能斷脫咧。不過會館牽起嘅係天然嘅感情，提供嘅下南洋嘅客家老祖公親好嘅本白山。一下同馬來西亞各地，早嚟講都有非族會館，有了嘅超過100年嘅歷史。其中一類就係聖米蘭胡勇士嘅非族會館，也當橋嘅會館，從1955年起好，過後邱老爺改做係文物館。新嘅非族會館已經從1983年起好開始使用嘅。大家好，哇，你們好，我們坐這裡對不對？白羊，謝謝大家。有音樂？怎麼了？會求之功。這邊有歌詞。各位理事啊，今年呢，我哋好高興邀請到台灣客家電視台客家人有網絡節目機關呢，同大家說下一個客家人客家人嘅故事。然後其他我哋理事呢，再自家介紹下你的名啊同一個同學，俾大家認識。自我介紹一下。係小雲謙，請人民團長何南棠。小福來何南棠，姓何，同名咧唔講。我係楊金剛，係陳流堂。我係小富雲何南棠。我係小資份何南棠。我係來自南洋堂嘅葉建燕。我邊嘅梁天祥。我係井源鎮三聖堂。非族會館係向社會人數千多，韓國向社會同學其實呢有30人嘅，其中河南堂同蘭陵堂接可能到，一下呢就由同學小學堂來為大家介紹了。向社嘅年頭就係廣島築巢，當時中國明治期嘅孫呢太行，因為入股就封佢啲河南氏族嘅少年，故所河南就係向少年嘅權項。另外，蘭陵堂係認真喜歡城鄉小號嘅後台，呢度都係啲蘭陵權，故所後台子孫係開始用蘭陵嚟做堂號。非常講馬來西亞非族人嘅年輕力，還會表現啲非常高。非族要按照鵝生同比鵝結合非族有名嘅師傅，為後世嘅子孫唔好貼標題，嫁到嘅家鄉就啲安養嘅非族鵝生。客家人有名堂，讚！客家人大規模使到馬來西亞，大約做得本咗2個集團，一個係19世紀來打石礦嘅，另外一個就係20世紀從裝置生物學應用變到空樣來嘅。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馬來西亞係全世界前重要嘅石礦生產國家。當時嘅英國殖民政府為咗會得到豐富嘅石，對中國同印度引入大批嘅勞工，其中來遷到嘅就係非族客家人。因為中國非族就係石嘅產區，加到啲原鄉就已經有嘅經驗同技術，故所非族客家人同馬來西亞差唔多壓喺個打石嘅條路。離開嘅培養，我去到行業嘅地點，去尋老祖公熱礦嘅腳跡。現在我們來到呢馬來西亞呢，這一個客家很重要的地方，因為這裡呢算是第一個客家人來採錫礦的地方。這個地名叫做滴地，滴地就是芝港。哦，知不知道那個芝啊？滴地公呢，幾乎所有的華人100%都是客家人。所有的華人100%都是客家人？不相信，我現在隨便拉一個路人給你看。路人在哪裡呀？哎，這邊有，嗨，泰哥。對啊，威公客家冇？威公啊！哎呀，大家就懂了。真的啊，泰哥，你那邊地名係乜嘢？
弟公，弟弟公啊，哦，啊你香吗该啊？香小耶，小事联中会。哇塞，萧氏联中会啊！所以你哋想小咩？以前还是结果到年在那边啊，有40几把张酱小米的。我们愛偷移民過嚟，好多偷愛香嘅。做乜講客家話？太公，我哋問你啊，廣東人會講客家冇呢片？要講啊，要講啊，全部要講啊。福建嘛會啊？唔係，你都講啦客家話。啊，本地嘅馬來西亞人會講。馬來人啊，馬來妹啊，做乜都同族。統書嘿，就華文學校，華文哦，我馬來族都念華文學校。重點就是馬會講客家，你能會哦厲害呢吼，俺哋然後你來到弟弟講啊吼，第一個步驟呢就會請一場人啊，收後龍人術師嘛，收後龍，哎，那啥，強中就收後龍啦。我們弟弟講嘅歷史啊，問記做對冇？做對。弟弟係冇？馬街路啲啊。土弟弟講，客家真嘅係主流語言呢，也有176年歷史。現前大廈同蘇奶奶發展起來嘅小鎮，真嘅係客家鄉親同馬來西亞聖米蘭族最早嘅源頭體系。第一站係弟弟講嘛？對，冇錯係嘛？1838年最先行就有英國官員就被當王家呢，請探到好多香料。甲必丹係荷蘭話嘅音譯，意思就係華僑嘅頭人，也就係英文嘅 captain。1838年，土弟弟港發現了大量嘅石礦過後，就開始係非洲人對弟弟港嘅發展史。客家朱太哥啲也得嚟出世睇嘢，係大家公認嘅弟弟港專家。第一批開採石礦呢，而喊咗一房先生，而係海陸會幹嘅客家人。嗰時候喺1848年左右，到一個地方去探到好多香料，結果他就叫很多工人從外地搬來這邊，就陸陸續續有一些華人就來到這個地方，開始採那石礦了。他把這邊石米呢開到7、7、8、8了，慢慢地移到吉隆坡、嘉江那些地方去。過後一房現正得到為甲必丹王甲嘅選送，同母爺王永陽加伴一房。一房過後就天天嚟離開嘅弟弟港，去到撇飛開發。過後又來嘅天一撇非洲客，繼續弟弟港嘅開發。1886年那個年代呢，就另外一批華人就正正式式的來到了芝芝港。芝芝港地方僑領叫做4大天王的，叫做蕭明峰、蕭炳嬌、蕭連富、蕭成濤，都是姓蕭的。這個是第二批。再過了一個不久的年代呢，另外有一個先生叫做蕭關節，公貴這邊、簡單委這邊新村，給他1000畝空地。來到芝芝港，他就開闢這1100畝，但是沒有人員啊，沒有人員工，所以他就回去鄉下蘭陵找姓蕭的同鄉，找2000多個人。通通我帶你們來南洋，來芝芝港發展。那時候帶來挖金。當時客家老祖公下南洋發展，都係同鄉一類親一類。故所對非洲來嘅小乾子，欠人嘅時節啦，自然就轉到家鄉，請上小嘅聰人來聽書。咩現在安呢？一下弟弟講，大概40%客家人都上小，故所弟弟講應用按做小家村。家下拜訪嘅非洲飛官也都睇過，就有幾下嘅都係對弟弟講來嘅呢。朱太哥講頭擺所以到石礦啊，就準備去發大財了。認真寫就書本金同源嘅罕見建築，用電帶又有當好嘅延展性，就嚟做出各種嘅容器，有因為機動方式，韓國看起來強嘅有金屬鋼，變做王公貴族真好用嘅。未認真需求量動態，大石礦就係客家人下南洋最大嘅原因。那麼蕭關節採礦最出名的就是在叫做聖堂澳那邊，叫做紅米崗，它就是在那邊採石礦，採到很多細米糊啊，一挖就全部都是細米的，所以這樣蕭關節就那邊發達了。那麼到了1920年的時候，他跟他的哥哥跟那個姓蕭的其他，剛才我講那個4大天王都很有，都是地方的領袖，他們就
成立了一间公司，每个人筹100块钱本钱，就来到橘子港，这就我们这间店强重要了。那么他们就成立一间叫做万利城百货总会。万利城就係強中藥行嘅前身，公司嘅弟弟講已經有當多行業來打石礦同港中嘅，門後咪刁難同好，啲亞達嚟展開新嘅食法，因為當愛大量嘅糧食同種田嘅加拉貨，故做萬利城生意當好，但係股東都賺到太錢。非租小牧業咪回饋地方，啲亞達嚟起嘅天主堂養老院，不過都為1932年退股本改。他們一算，每個人分到40億畝塑膠山，膠原，還有現金，還有些有其他的東西，什麼都有了，糧食那些全部都有了。所以那從此以後，他們就結束了這個萬利城。小明鳳啊，他們就找另外一個小滿吉隆坡的來，就繼續開他們的石礦了。那個年代呢，大大小小的石礦有30-40家。什麼地方隨便挖一挖就有石米了，嚟到就挖嚟石米，有看到一個地方，大廈地方要挖到要劍啊，所以見農有好多地方而家農好淺嘛，什麼坐落挖到好淺，坐喺條雕欄埋落去地方挖嘅，挖很深哦，很好淺啦。弟弟講嚟本來喺弟弟係隻橋仔嘛，馬來文啊橋仔，所以講弟弟講係點樣都橋嚟做咩嘛？那個橋即係有啲河沙擺到瀉橋嘛，睇呢而做到一條石米啊、健康啊，好多一條梯田、一條紙岩啊，攞咪運出嚟吉隆坡，所以就要做一條梯橋咯，所以就係做到一條金龍一條紅毛橋，就係人用做成嘅啦，即係紅毛面做。唐到呀，真見真啲，原來弟弟講啊，唔係講好，係錯三上，係你三寶。當天人都講呀種體現，按做講，也就係弟弟講按名嘅頭來去。萬利城結束過後，讓我哋嘅小農業老爺改做係育菜店，到為1938年張灣做太高嘅阿爸上述下來，改名按做強中藥行，一切經營到一下。也就是非租行業的弟弟講嘅發展過程同歷史，一下強中藥行由做太高接下來經營。呢度話講嘅當多講事，比幾年持平嘅珍貴資料同藥房哦。強中只有強中樹啊！人哋會講強中只有強中燒燒啊！強中只有強中所強中中藥行啊！阿仲個唐貢你兩片哦吼，青島一個武功秘籍啊！喺今日就嚟看一下，好嘛？有冇啊？這兩片係嘛？啊，請兩位。哎！我哋睇啲暗題啊，來去啊吼，看樣板寫蝦米體現嘅肉條擺發面，做對冇？誒。我講一個實驗，講你湯先。發面就是畫面的意思。畫面啦，要第一招動作就是要挖一個這樣的湖啊。專業的牛郎婆才可以洗得出來，看它的百分比多不多。來咯。唐貢你兩片哦吼，青島一個武功秘籍啊！喺今日就嚟看一下，好嘛？有冇啊？這兩片係嘛？啊，請兩位。哎，後來一滴度來看一下，祖傳秘方，睇睇。哎呦，你這手上的這是什麼啊？個同樣嘅藥方啊，先人啊，就係將佢炒出一個班呢，都用叫基礎都純粹啦，唔有紫色啊、紫啊、紅邊啊、紅藍嘅啦，而家都比較長久可以保管啊。保管的啊，你看我手上這個就是紙本了哦，這是很珍貴的，上面直接寫祖傳秘方了啦，可能會發光哦，這可能會發光哦，1、2、3，哇，這樣子的。是這樣子的感覺，有這麼亮，很亮很亮。中外名中醫師流傳哦，祖傳秘方，海內外傳來單方。這個祖傳秘方的來源呢，是1938年我父親接過來以後，
很多中医师也跟着来注意了。其中有一个萧伯清啊，就最出名的啦。萧伯清这是古董，可以拿出来。来了，他每天都看病啊。其中有一只病人，他们做腹下腺野腳腫，水氣後攝重，到喺70年代、80年代佢很辦起拼呢單運動宣傳。而係周時要兜上條路入去潛一條單方。哇！回頭咧，咁盡面而都拿到嚟循呢運動，拼一地方要循過去，你即循過去循咧。好多人家都拿嚟一條單啊，適合係。因為按時候南洋啊，有濕氣重啊，人家有濕氣重啊，哇，濕氣好重啊，有咩好潮？消水腫。消水腫，這帖藥在馬來西亞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帖藥，所以在這邊也有一個人叫消水腫。哎，總之神啊，也燒烤唔好燒呢。1962年，朱太哥培養高中畢業過後，就轉到亞達貝，同阿爸聽書做生意。佢熟悉嘅亞洲藥房、內科、外科做親都有，所以有病人到來，朱太哥就會招待藥房嚟減藥嘅。這病做得，唔過係個嚴重啊，還係愛送去醫院咯。蛔蟲啊，蛔蟲同太平醫師別名啊，糖相同誒，相同嘅同好上一下。哎，這個唔記得了，哇塞！背會痛啊，背會痛啦！哎，有人提示哦，有。對。今年76歲嘅朱太哥，除咗經營漢藥行以外，頭擺咪實做報社嘅記者，佢用咗3-40年嘅時間來熟悉，同弟弟講對1830年到2016年按正規嘅資料統統保存下來，來印做2本非遺錄。南擺還會同亞洲書、藥房、新本文物館來保存。佢講第一代嘅客家移民同弟弟講發展起來，傳統為前，將以為一下嘅第二代、第三代當建下來。佢希望大家唔好忘本，愛感恩，佢哋老祖公嘅團艱辛嘅大變過程。離開嘅弟弟講，我去到另一個石礦太鎮免聽。因為聽講亞達貝還保留定頭擺非洲老祖公打石礦嘅老方法，加到有一個當特別嘅名嘅，叫做劉龍妹，係馬來西亞變做石礦王國嘅大功臣。我們今天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劉龍妹，劉龍婆。應該說，這個職位的人呢，現在應該很難找得到咯。啊，但是我們這裡有一個啊。還有？對，真的假的？我以為這個職業已經好像冇回了，還有人在做這個事。這個安迪，我聽人家講啦，他還在做着，但是他現在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在家啦，或者我可以帶你們過去看一看，是在這裡附近罷了。真的？這是一個社區嗎？這個是一個花園來的。花園呐，在馬來西亞呢，花園就是社區的意思。哇，真見懂好彩！我見吹頭出發以前2年，就透過各種關係，想去尋到劉龍妹，不過都尋唔到呢。就喺出發前2年，差唔多愛表態嘅時節，總算傳來嘅好消息。請問歸鄉啊？鄉來。鄉來哦，嗰種你係銀川堂嘅啊？哦，請問一下，你係劉龍妹嗎？劉龍靚妹，啊，平常時劉龍妹要做乜嘅事啊？喂，等下，師傅，佢挨下巴可能佢談唔是咧哈。挨巴因為他，根本你笑場啦。校長，翻譯啊！劉龍妹咧，到底係做啲乜雞嘅咧？食咩啊？回來會寫咧？一個啊，5月天啊，通常都係在我就在怡保鄉啊。怡保，在怡保。前馬有行噶啦。那以前就是開發就是霹靂州嘛，是雪蘭莪州嘛，然後這裡是森美蘭州，這3個州特別多錫礦。那這樣子，現在還有很多劉龍妹嗎？現在好像很少了。那為什麼你現在還在做劉龍婆啊？因為有一間公司要找專業做那個拿那個分開那個石棉跟拿那個金出來的咯。那間公司找我去做。競爭激不激烈？多唔多咧？應該很少，一個馬來人，一個還有一個安迪。那你是幾歲的時候開始從事這個行業的？我13歲。13歲就做啊？13歲。乜人搞唔做啊？阿媽。哦，阿媽也係劉龍妹嘅。
流浪猫给他教你做，妈妈教他的，哇，所以是有传承。有传承。有乜你咪教嘢？點樣寫？小寫點樣擺？要看清楚。到時我還沒做，你做照樣做出來好做人。因為你眼看得到嘅東西啊，當咁樣難嘅東西。有啲個愛就蠟筆有啲比較難咯，有啲柔動嘅東西係好簡單。Auntie 今年70歲呢，佢對13歲兒子4十年，一直到28歲結婚過後，才離開營業嘅。6年前因為礦業公司邀請，才又出來。佢講10年愛寫出來，聽錯愛意思也兩項假貨。你愛乜嘅東西啊？流浪。啊，流浪女是因為流浪盆，所以才叫流浪女。對對對。哦，原來名字是這樣子來的。這個流浪盆看起來，我覺得應該是一整棵樹直接這樣子做成的。佢係一嚿木輕輕難輕喎，佢拿嚟削泡嘅。削泡。啊，削泡。削薄。啊，然後再翻進來，拿嚟削泡嘅，然後磨上去挖，然之後可以用。手工的啊？手工，我用手工得多。有幾多年啊？有啲係應該都有幾十年啦。我從亞媽開始開始啊，大概也60-70年了吧？有。對啊，60-70年。哇，所以我現在拿到傳家寶，這真的是傳家寶哎！可不可以示範一下？小些，安樣啊？哦，哇，很像打太極拳啊 ，Auntie， 是不是？太極拳，對，好像打太極嘛。如果會的話，他應該很厲害，每天做。那為什麼 Auntie 要一大一小啊？對啊。因為佢流浪嗬，佢要本葉太嘅，佢喺哪裡射住嗰啲沙嘅，射喺哪粉屑一啲啊石米雲石米劍雲劍，佢一劍喺後再鬆片咧，佢就解好出，佢出佢再鬆片。天衣格咧，佢係一石米也係重，不過佢也係重又會錯咗。天三格咧，就係一隻阿芒啊，同埋一啲雜不楞嗰啲。Auntie 講到40年，精神都來了。佢還講用講嘅啊，冇意思，將手前面隻礦床來做看啊，天花卡起來，等等就聽數案來聯絡頭擺同事。莊先生啊，係啊，我想有少少事情可拜託你幫係看下嚟會有一啲礦床可。Auntie 合作嘅礦床，因為還忙設計開採，故所冇辦法帶人去到亞達貝來示範，咪是做得都靈材料。哦，安樣啊，唔該晒啊，哦，有啊，做得戲影片嘛，很開心啊 ，Auntie 很開心啊。歡喜是歡喜，大家願 Auntie 係本人嘅合法哦，冇到會消息啦，時間凍結。大家夾夾出發，我去到礦場誒。總太哥，好彩有你啊！哈，哎呦呢，俺那個 Auntie 啊，哈，要不出來啊，然後呢，幫我們這示範一些這個洗米的動作。我係想問咗個超鬼係搓散用，要黃要拍散嘛嘅意思。要去冇做過礦咧，就紅咯。哦，沒有做過礦的，就是紅沙。哦，原本，所以現在看到原裝的是這樣的咯。原裝的就是這樣子，後面紅色是還沒有還蠻白過的，白過的這些你看到要拍拍。啊，有得。來看下嗬，個拍沙還有粗的，還有油的啊。有射出嚟咯。有射啊，還有機器射啊。有咩款機要冇一隻石礦咧？要啊。要花還要沙，粗沙還粗沙出咯。分好以後咧，就做得洗咧，係嘛？通常你都係不要石礦嘅，而你們係發覺機要咧？射沙射出嚟啊！要掹啊，要掹咗可以見到有石面。所以按用嘅時候就要向按啲嗰啲嚟會射。那你哋下做啲天然魚啊，嗬，去射什麼嘛？做啲嘛，去開下嘛。天然魚去射一個石面，靠西魚用嘅意思，對嘛？帶我哋去咯，行咯，走。Auntie 做好衫褲，換上流浪貓嘅裝備。佢講雖然是係做本人看，唔過做戲咪愛做鬼出嚟，阿你睇下就做得完全了解呀。有會喺乜嘅地方咧？哦，呢隻其實係屬於隻礦床嘅地方。礦床嘅地方啊嘛。要嗰隻乜嘅東西嚟？用一格格用啊。嗰隻其實係一啲泥土河，我見過嘅一隻機器，可以拉嘅石面出來。呢隻水要噴嘢啊嘛。我水後沙後成為腰海，然後邊煮到側上入白窿裏，然後
嗌到劉郎婆真係開始去射嘅嚟梅照佢啲啊，劉郎婆他們在下面下游洗的，就是比較細的釉的輕的啦，輕的那個洗米，對，重的那種金屬啊，就會留在那個機器的上面。喺厝嗰啲咧，我另外變異隻員工撥進猛蟲去燃料啊，厝嗰條，所以猛蟲喺度見過一啲。一叫燃燒針做到佢乾淨。等下吼，俺你聽咧安迪哦，來去啊吼，看用板洗蝦米體現嘅肉條擺發面，做得冇？嚟，俺講一個實驗，講你湯先。發面就是畫面的意思。畫面啦，你看那哈發吼，就差很多啊，神奇。安迪要再過一擺，本家園咩都燒到奶唔得。還見講了樣當好個，正見當定一下。安提講洗蝦米，天初愛浸好白，天初愛有水，蝦米將洗嘢出來，也就係同為模特嘅老方法，呈現本大家看。安迪，那第一道動作之類要挖一個這樣子湖啊？對，讓它的有一個範圍可以洗那個洗米，因為你的水在那個洗米盤這邊，你才可以把重的輕的分掉。專業的劉郎婆才可以洗得出來，看它的百分比多不多。哦，來咯！啊，有蝦米？有蝦米咧？哦，好，一大片。哎，有像，有，越來越細了。你這形狀很像富士山呢，你看。專業的劉郎婆才可以洗得出來，看它的百分比多不多。哦，來咯！哇，現在有沙呀！你看它洗，一直畫圓呢，圓形這樣子。從以前一陣歷史講一條寫法，一條面射40種人咯。以前的人洗就這樣子洗，就是這個方法。開始看到了，有冇？啊，有蝦米？有蝦米嘞？有蝦米嘞？哦，好，一大片。原本呢是我手上的這樣子，全部呢都有這個小石子啊，還有白色的這個沙泥啊。經過呢安迪這樣洗一洗，你看有沒有？白色洗成黑色啊，這是越洗越黑的感覺。有啲蝦米其實唔有照嘅，其實純粹有素體嘅。其他的東西都會往下流，洗米就會留在這個地方。沒有照嘅，你隻蝦米沒有照嘅。哦，所以現在洗出來這邊啊，它線很高啦。那錳呢？錳你應該也會摻在裡面，可以洗得掉嗎？可以的，青青這3個字對我們來講，哇，很驚喜哎！太極啊！對啊，好厲害。一部分拿出來先放住，再拿那個錳，又一部分。然後那個沙河剛才有沙的嘛，有另外一部分。哦，所以洗出來不要的，其實你還會再另外再去洗一次，存住先，然後再分，又來再分。現在這個礦場裡面啊，哈，蝦米比例是不是很高？有沒有？因為一個體積要經過機器去 test 過，人家這個一啲條架 test 到條要，所以就開咯。開礦咯。哦，因為 test 的有啦，所以他才敢在這邊開礦啦，對不對？是的。感覺沒有牛昆夠蝦米嘛，看起來是不是很像烏石港的海沙？但是不是，它呢是我們客家人來馬來西亞最重要的五金啦。肉條拜哈港語呢，技術移民，他們呢來這邊就是找這個東西。簡單來講啊，洗蝦米就會照金屬嘅比重冇重用，用水嘅流通配合定油同無愛嘅東西比貼，撈較重嘅蝦米流到劉郎盤嘅底下，也就係講是客家老祖公洗蝦米清爐嘅方法。也係安次愛教廿到兩撒，愛綁題目組來看啊。拿入邊。哦，兩邊對稱。平均。哎，這個要女生才做得到，因為那個手要很那個很細，對不對？很細。啊！哎，有像，越來越細了。不容易。安迪啊，拿上來先咯。拿上來先，黑嘛。哦，拿上來然後再。哎，有啊。有啦，你這形狀很像富士山呢，你看黑黑的，像富士山有啊。你拿上來，你不裝啲水上去。好，弄一點點。
弄前面三么插中可以切哦。啊。这样重的就往下面掉了。哎，好。就把前面下面的剥掉。这样子这是他的专业，好不好？对。1个月3万多块，去看一下。1个月3万多块，你刚刚是有问到了，是不是？马上要改行了，各位。转行去了是？那你可以带我去啊。你看，怎么样？这哥真的有成绩耶。李石康假使当好嘅时节，刘龙妹一年就出年到8人元马币，本台币係700人元。人家從一安呢一啲啲嚟嘅小米，頭價就買得到700人元台幣。你有學到冇？接下來假如我唔嚟表現了。好少啊！要只好難聽。好可憐啊！好可憐哦！我先給鏡頭看一下，亮亮玲玲，而且我的還有拍啥子底度啦？你看安提洗的，安提剛剛洗的，全部都是黑的。安提家下洗出來嘅係含有其他金屬、其他東西嘅石米，唔過事實上石米唔係無色哦。平凡人木竹底度呢無色咧，安提你係乜嘅色？石米係朱古力色。朱古力色。朱古力。芒都無色。無色。芒是黑的。黑的。黃色乜嘅？黃色係黃葉。黃葉係乜嘅？礦物質嘅東西。黃葉喺占卜芒含咗一齊。剛剛有聽到占卜啊？占卜一起就是掺在一起，占卜是馬來話來的，然後有馬來西亞的華人。通常咧，咖啡參啲馬來花，參啲馬來花咁咯，占卜咯。占卜咯。CAMPUR。占卜。占卜。占卜腔下咧，吼，可以用板分開來。安提。迄燒線，拿朱古力一隻顏色，一隻石米，拿乾槍嘅然後一啲芒同一隻黃葉，另外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啊。要很，要四分啊，很二分啊。嘿。很二分啊。直接把它分掉。都既然按寫嘢，實行做的再個半下去，安提嘅技術當真動強哦。也下愛玩西流浪盤送蟲了。而家都算佢90%，喺眼看要10%。哇塞，用眼睛就可以看得出百分比了。就現在安提木做當地要有一定好嘅技術，空蟲還蠻開採，就先同佢來打開藥，本佢一結。現在安提一下4箱米，係聽出空蟲來分析石礦嘅含量，加下來嘅天要開採嘅價值麼？這個粒子然後比剛剛我們第一波的時候呢，第一波掏的時候呢，還要再細一點啦。你看我這手指頭上面非常非常的細，但是呢，現在我看它還是黑色的。佢一天我見過嘅貨啊，佢看講佢一個顏色就存在一個朱古力。對。很厲害哦，木竹魚去金粒片，就可以看出來了。觀眾朋友特寫一下我哋嘅劉龍婆嘅木竹。偏方式，偏方式。那些時候上一讀的歷史嘅書，就提到說講那個石礦場裏面做啊，噴水廠壁啊，都係考課本上面嘅東西。所以今日喺天你看到一隻巴龍啦，一隻嗰啲裏面溜落來啦，親自用一隻流浪。即係講時候覺得好多時候，最後諗到我哋以前祖先啊嗰啲來又會有好多嘅辛苦，為我啲後代啊付出好多咯。當感謝安提今比頭太熱頭下 ，VN 按辛苦來示範。安提講4箱米雖然屬於依度，唔過愛管嘢咧古典2支腳尖到水調度，真見當辛苦啊！故所當到流浪妹落位，都會把風濕同關節炎。馬來西亞頭1980年代，因為大量開採，造成石礦當腳就冇得咧。政府限卡啲1985年命令150間礦場要關起來，使當好嘅工業唔會再個搖嘅。非洲客頭個大礦場按辛苦來做成嘅生涯，咪變做歷史嘅，也係馬來西亞發展歷史後情感動人嘅嘅傳奇。下一節我會繼續為大家來紹介客家鄉親來到為馬來西亞做嘅另外一項行業，割樹嫩，見到按辛苦嘅付出。未必馬來西亞讓到為樹嫩王國暗號嘅名聲哦，而且下個禮拜見了。